準備好送飯未啊？準備好。你睇下，嗰度有隻寵物小精靈捉啊！呢隻係呆呆獸啊！你睇下，另一邊又有隻寵物小精靈捉啊！呢隻係百變怪啊！呢邊又有另一隻瞓緊覺嘅可以捉啊！呢隻係卡比獸啊！點解你會記得晒佢哋嘅名㗎？同埋認得到佢哋嘅？其實玩過 Pokemon 嘅人同冇玩過嘅人，佢哋嘅大腦係有啲唔同嘅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講下佢哋有咩分別啦。從前有一班超認真嘅腦神經科學家，日日研究人類嘅大腦係點樣睇樣認人、睇字認字、睇貓認貓。然後佢哋慢慢就發現，我哋嘅大腦係有專門處理唔同視覺資訊嘅地區，例如認人就用到面孔區，認字就用到字形區等等。但係有一日，加州史丹福大學嘅腦神經科學家 Jesse Gomez 就問咗一句聽落有啲奇怪，但係其實超級有趣嘅問題。我哋細個成日攞住 Game Boy 玩 Pokemon， 為咗打贏道館，我哋好自然咁記得晒所有 Pokemon 嘅樣同埋特性。咁我哋嘅大腦入面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專門識別寵物小精靈嘅區域呢？就係咁 Jesse 為咗驗證呢一個大膽嘅假設，就展開咗一連串嘅實驗。結果真係揾到證據，原來我哋大腦入面係真係一個專門識別 Pokemon 嘅區域㗎。而呢個發現佢仲喺2019年發表咗喺頂級期刊 Nature Human Behavior 上面添。首先 Jesse 同佢嘅研究團隊就出發去揾寵物小精靈訓練大師啦。Jesse 透過問卷知道佢哋初次接觸 Pokemon 嘅年齡、平均每日接觸嘅時間、有冇睇動畫漫畫、玩邊一代嘅 Game Boy、熟唔熟悉第一代紅版藍版時期嘅150隻 Pokemon。最後佢哋揾嚟咗11個由細玩 Pokemon 大嘅成年人作為實驗組，平均年齡大約係29歲。佢哋喺5至8歲之間就開始接觸 Pokemon Game Boy 遊戲，同時又睇動畫，又收卡牌，平均每日玩 Pokemon 超過2至3個鐘頭，而且玩咗超過4年以上，絕對係資深嘅小精靈訓練員嚟㗎。而對照組就係由11個年齡相若，但係對 Pokemon 幾乎完全冇接觸嘅人組成。佢哋唔熟悉小精靈，甚至有啲連邊個係比卡超都唔知道，絕對係小精靈界入面嘅麻瓜。11位 Pokemon 組嘅參加者，加上11位對照組嘅受試者，一齊被送入功能性磁力共振掃描 fMRI 導管，接受視覺刺激測試。熒幕會快速閃現唔同類型嘅圖片，包括 Pokemon 嘅角色，好似皮卡超、卡比獸、化石飛龍等等，仲有真人面孔、動物，例如獅子、狗、貓，或者係建築物、城市風景同屋，或者係英文單字，仲有 Mario 嘅角色添。而為咗模擬翻細個打機嘅視覺體驗，研究團隊仲特登設計咗 Game Boy 風格嘅畫面，所有嘅圖片都係以低解像度、黑白像素風格，畫面細個擺喺視野嘅中央，完美重現細個對住 Game Boy 打機嘅時候對眼睛嘅刺激方式。之後，研究團隊掃描參加者嘅腦部，觀察佢哋睇唔同圖片嗰陣，大腦邊啲位會着燈。結果發現，當參加者望到真人嘅樣或者建築物嗰陣，無論係 Pokemon 組或者對照組，佢哋大腦嘅反應區域都係差唔多，冇乜分別嘅。但係一見到 Pokemon 嗰陣，情況就完全唔一樣啦。
喺玩開 Pokemon 嗰組人身上面，佢哋腦入面右邊嘅枕顳溝 Occipital Temporal Sulcus (OTS) 專門為 Pokemon 開咗一個專屬嘅區域。一見到皮卡超、卡比獸、耿鬼嗰陣，佢哋嘅反應非常強勁。呢個區域就專門用嚟認得 Pokemon 嘅。但係對照組就唔同啦，睇住同一樣 Pokemon 嘅圖片，腦部都冇特別明顯嘅反應。研究人員再逐一比對，發現 Pokemon 組入面腦入面嗰個專屬區域唔止每一個人都有，仲好一致咁出現喺每一個人腦入面右邊嘅枕顳溝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係枕顳溝呢個位置呢？研究就提出咗一個理論，叫做偏心性偏差 （eccentricity bias）。意思即係我哋大腦視覺皮層點樣組織，其實係會受到你點樣用眼去睇嘢影響。例如你細個成日攞住 Game Boy 玩 Pokemon， 畫面又細，角色又集中喺視覺中央，大腦就會喺中央視野嗰個區域專登發展出一個專門識別 Pokemon 嘅腦區。枕顳溝其實就係一條位於大腦底部嘅溝，介乎枕葉同埋顳葉之間，正正就係視覺皮層中段嘅一部分。相比之下，我哋平時望風景或者建築物，多數都會靠眼角或者視覺周邊嚟睇，所以處理呢一類畫面嘅腦區會偏向大腦視覺皮層側邊嘅位置，例如接近海馬旁回嘅內側顳葉，而唔會好似 Pokemon 區咁擺喺視覺中央區嗰一度。而我哋大腦入面嘅視覺皮層唔單止擺咗 Pokemon 咁簡單，我哋認人樣、動物、文字、物件，全部都喺呢度處理㗎。冇錯啊，例如面孔識別區位於腦顳枕交界，你見到人面，尤其是係熟人、中意嘅歌手、明星或者阿爸阿媽，呢個位置就會變得活躍，去幫助你認得佢哋。文字識別區位於左側梳狀回後部，呢一個區域需要後天訓練先至會形成嘅。如果唔識字嘅話，呢一個區域係唔會出現噶。景物識別區位於內側顳葉近海馬旁回，你見到嘅風景、街道、室內嘅裝修，甚至係 IKEA 咁樣嘅場景，呢一個區域就會幫你分析一下你而家喺邊度，空間點樣去行走，教你點樣去走出 IKEA 嘅迷宮。大腦入面仲有一個專門識別動物嘅區域，叫做動物選擇區，位置喺外側枕顳皮層，負責幫我哋分清楚呢隻係一隻勁可愛嘅狗仔，定係一隻超肥嘅貓咪，又或者係一隻成日瞓覺嘅樹熊。總括嚟講，視覺嘅經驗係可以塑造我哋大腦嘅結構，證明我哋嘅大腦係有好大嘅可塑性㗎。喺將來，或者我哋可以透過觀察細路仔嘅視覺皮層形成嘅狀況，預測佢哋嘅學習強弱、興趣走向，甚至係偏好嘅方向。佢哋係藝術型、語言型，甚至係數字型，話唔定仲可以早一步發現學習障礙嘅苗頭，做針對性嘅訓練，唔使等到小學嘅時候先發現有問題。冇錯啊！哇！挪威黑森林蛋糕、西班牙海鮮焗飯、焦糖珍珠奶茶配士多啤梨軟雪糕，你睇下，我個腦都有專屬嘅食物區域㗎。嗱你好，咁我哋開飯啦！